多謝嘉凯這樣專業的講解吼，小煞繼續來關心新聞，這是早報消息。這厝內真好過的一個姓黃的亞男，得到允准去到國外讀碩士啦，煞過期留佇外國將近10年的時間，一直到36歲拄野才回來台灣，伊就透過律師表達願意歸案。就是台北地院就講吼，這個查甫人算準免做兵啊，結果回來台灣，規工安尼想空想胖，專門佇咧做政法律胖啦。若是判伊1顆罰金，恐驚互人誤會，即開錢無代誌，就會當免做兵，所以就判伊愛關10個月，而且是不得1顆罰金哦。伫禮拜日的早起10點外，台南安南區一對翁仔某一條機車，說不明的原因，這機車衝往台川區啦。先弄到2台奧多巴了後，又佫噴飛出去。翁仔某2個人卡佇路邊一台關貨車的車卡，尤其68歲這翁婿傷勢足嚴重咧。消防隊員來到位了後，趕緊救人。